急促嘅生活步伐，沉重嘅工作壓力，會唔會令到你透唔過氣呢？不如坐低飲杯茶，家燕茶室。好，各位早晨，時間嚟到10:19，家燕茶室咧都請嚟唔同嘅嘉賓咧，喺逢星期四咧都同我傾下偈。不過咧就今日呢一個採訪咧係有啲沉重嘅吓，咁大家都知道啊，過去嗰個星期裏邊啦，或者今日已經過咗頭七啦，就香港大埔宏福苑一場無情嘅大火，令到好多人咧係喪失家園。其實最新嘅一個數字咧，就即係有時報出嚟嗰陣時，我都覺得好唔安樂啊！就即係死亡人數去到159人嘅，咁亦都喺今日嘅節目時間裏邊咧，我好榮幸，亦都好開心有呢個機會咧，請到就係一位住喺 Calgary 嘅朋友，佢曾經係住喺大埔宏福苑39年嘅，係 Kelvin 早晨。係家燕早晨，各位聽眾早晨，大家好。多謝你時間嚇，我知道咧做呢啲直播嘅節目唔容易嘅，係冇錯。但不過我覺得即係身為住喺宏福苑嘅居民啦，咁同埋香港人，我覺得都有責任去出嚟即係同大家分享嘅。係，我好多謝你嘅時間嚇，因為你都要翻工啦嚇，即係咁啱你可能今日係咪今日day off？今日放假係今日放假係。咁嗱我想問翻阿 Kelvin 啦，你住咗喺宏福苑39年，都可以講得話喺嗰度長大係嘛？係。你當你喺 social media 聽到呢個消息嘅時候，或者睇到嗰時候，你當時嘅反應係點樣？其實當時係好震驚嘅。我記得嗰日係加拿大我 Calgary 呢邊時間係凌晨，可能2-3點嘅時間。咁我啱就扎醒，咁又見到手機突然間有好多 message，啲香港朋友啦就發信息俾我就話：喂宏福苑大火，跟住話嚇宏福苑大火，好 shock，咁就即刻上網啦，睇睇香港嗰邊嘅直播新聞，咁就發覺哇真係燒緊喎，咁即係你見住自己住嘅地方被火咁樣，以前住嘅地方被火咁樣燒啦，咁係好心痛同好焦急，心裏面諗第一個諗就唔知以前認識嘅鄰居同朋友究竟佢哋安唔安全，咁嗰陣時都即刻個人冷靜一下，諗一諗，我仲有邊啲朋友或者鄰居嘅聯絡咧？即刻咧就用手機啦，發個信息俾你哋，就而家火燭啊！你哋嘅情況點？安唔安全？唔係話要求多，我想報個平安。咁跟住一路睇直播睇到3-4點啦，都已經好攰，咁個人都唔好俾自己咁 worries 啦，休息下先，聽日再睇咩情況。咁到聽朝早一起身，個人都好自然啦，就即刻再睇翻直播啦。冇諗過本身可能即係1-2棟嘅大火，轉眼間咧就已經係7棟喺度燒緊。咁本身我都睇啲節目以為就係可能燒個外牆，因為大家都知宏福苑嘅死廠大維修啦。咁會唔會可能嗰陣時都有傳會唔會啲人嘅煙斗食跟住引致火災咧？跟住再睇落去覺得更加唔對路，就係唔單止係外牆着火啦，連單位裏面着火，哇！嗰刻就真係好心痛啦。咁你固然喺 Calgary， 你遠水不能夠近火，你做唔到啲乜嘢。咁慶幸當日嘅即係第二日嘅朝頭早啦，已經有啲朋友或者鄰居覆返我咧，佢哋都安好，佢哋冇事。咁有啲未回覆都有啲擔心。咁而我哋自己有一個中學同學嘅 WhatsApp group 啦。咁當中有位中學同學嘅父母咧，仍然都要住喺宏福苑嘅。咁就話失聯，冇消息。咁其實我哋都擔心，因為見個火燒得咁犀利，咁就算你話可能我哋青年或者壯年去逃生，我哋勉強都覺得仲有機會。咁何況其實宏福苑都裏面係住咗好多上咗年紀啦、長者，甚至可能需要照顧嘅人士。咁你就會諗，佢哋點樣走咧？你唔係話好似 Calgary 得1-2層樓咁樣落去嘛？宏福苑最高都去到31樓，31層係啊，最高31層。咁你話濃煙密布，你即係我哋之後睇緊報道仲話更加冇火警鐘響喎。咁其實大家都唔知疏散，咁所以其實嗰陣時都係
個心係非常之擔心同憂慮咯。係，即係我諗你啱啱頭先講出嚟嗰種心情咧，係可以擺喺我哋 Calgary， 就算唔係住喺宏福苑嘅，你都會突然之間即係直情呆晒㗎。諗起啲朋友，咦我即刻 WhatsApp 有啲朋友住喺新界啊，我即刻問你有冇事啊？咁個個都話好有心啊，你即係都有呢份嘅關心。其實我想問下你爸爸媽媽或者屋企人係咪已經離開咗宏福苑㗎啦？係啦，其實我所有親人咧都已經離咗宏福苑，咁感覺上就好似即係逃過一劫啦，或者對我影響唔太大。咁但係其實你生活咗喺嗰度39年，咁我相信你對鄰居啊、朋友嗰啲一定係有好深嘅感情，其實就好似屋企人咁樣。冇錯。咁所以其實即係有一個切膚之痛咯。係啊嚇，因為而家 social media 實在即係太容易接觸到啦，咁所以有好多時我哋即係好容易已經知道嗰個景象係直情喺面前咁樣，嗰個心係燒緊出嚟咁樣啊。咁或者我哋又即係講翻宏福苑啦。喺新聞裏邊咧，佢就講係佢哋幾年前已經開始咧，政府就話要維修外牆咁。其實嗰陣時你仲喺唔喺香港㗎？其實嗰陣時我都喺香港嘅，咁但係因為嗰陣時咧，仍然係業主立案法團啦，同居民開會，仍然係討論緊用邊個方案。咁當中好多來來回回啦，即係有啲覺得啊，好似用呢間公司係咪即係涉嫌？即係法團同間公司有呢個利益輸送咧，咁亦都有啲人問啊，點解要用咁多錢啊？咁嗰陣時其實即係如果大家唔知係要十幾萬嘅，係咪十幾萬？佢會有個表列出嚟，咁但係其實佢個表好多居民都好多嘅問題，咁而喺業主立案法，即係喺大會嗰度咧，居民大會去質詢嘅，咁但係好多都係開會嗰時咧，可能開到一半就取消啦。即係大家就覺得可能群情太洶湧啊，有啲嘢係討論唔到啦，咁就取消咯。咁之後又有 Covid 啦，咁Covid 嗰陣時就更加禁止呢個集會聚會，咁以上啲時間就一路拖。其實宏福苑呢個大維修咧，都唔係近幾年嘅事嘅啦，其實已經係講咗好多年，咁只係一直都未進行到。咁但係最後拍板嗰時候，咁大家每一戶嘅居民係咪一定要 compulsory 要俾嗰筆錢出嚟咧？你唔俾會點樣？我曾經都有問過啲街坊啦，嗰陣時就喂，其實你筆錢都唔係細數目喎。咁有啲街坊總可能有2個單位，咁有啲街坊直唔同講話啊，如果你唔俾個錢啊，可能就即係拋你走噶啦，即係可能你唔可以住喺度噶啦。咁我就嗰陣時就冇再去求證呢件事啊，因為我都就嚟會移民過嚟加拿大。冇錯，即係其實而家喺坊間或者唔同嘅媒體裏邊都跟進緊啦，究竟起火嘅原因啊，邊個要負咩責任啊？咁其實想問下 Kelvin，你以前住喺嗰度嗰陣時，你有冇覺得香港都係密集式㗎？有冇曾經有少少諗過，哇！咁密集式，如果一旦真係要裝修，我哋嗰個防火嘅意識點樣咧？咁有冇曾經有過呢個即係疑慮啦？嗰陣時，因為其實會有嘅，因為我住咧住喺高層，我嗰陣時住29樓嘅。咁嗰陣時即係細個啦，都有講啊。如果咧真係發生火警咧，即係你走唔到落，第一就唔好搭電梯，第二就你如果走唔到落樓下地下嘅濃煙好密布咧，你就走上天台。咁但係不過我唔知啊，因為今次我見到呢個火災啦，咁就算走上天台，其實可能你唔係話即係俾火燒嘢，俾啲濃煙湧上嚟焗聞，其實你都冇乜逃生嘅機會。而我再睇翻就係今次佢啲報道講翻啦，佢啲窗門完全係俾發泡膠封晒咧。其實我覺得呢個係一個真係好致命。我哋嗰時都有時話聽到樓下有人大叫，或者有警鐘響，或者邊棟樓發生咩事咧？其實我哋裝個頭落去，因為我哋住高層啦，我裝個頭落去睇咧，其實好清晰，一目了然。咁但係如果你話俾發泡膠封住晒，不見天日嘅，其實出面發生咩事咧，真係唔知道咯。即係好奇怪啫！當我睇咗啲新聞影到出嚟啊，因為以前有啲居民攞翻啲圖片出嚟俾傳媒睇嘛，發泡膠黐到實晒，發泡膠係易燃物體到不得了啊，好容易燒着。跟住再加埋外牆嗰啲綠色嗰啲網咁，亦都係易燃咁樣。
所以真係整件事係真係令到人即係覺得好心痛。點解會咁樣？其實你個人覺得政府方面做成點咧？好坦白講，我覺得政府係差嘅。咁即係有好多例子，其中一樣就係我覺得喺火災發生頭2-3日啦，咁已經有嘅定論就係話，其實個問題咧係出於喺個棚網，唔好意思，係出於喺個竹嗰度，而唔係個棚網。我覺得如果身為一個政府嘅高官，你係負責任嘅，其實你係應該調查好，先至講出呢一番嘅言論。我覺得係唔配你嘅身份去講呢件事咯。咁同埋你咁樣講，亦會造成好多民間嘅問題。咁所以我對政府呢次嘅處理呢，其實係好失望。因為我覺得雲福苑好多居民其實都係一啲奉公守法嘅人，咁亦都係普通嘅普羅大眾。佢哋其實好簡單，就需要一個舒適安居嘅地方。而家俾一啲輿論啦，或者政府有少少本末倒置，其實我覺得對嚟講係二次傷害咯。OK， 好。咁喺賠償方面咧，而家暫時就一路咁樣 settle 緊。你譬如你認識仲係住喺大埔宏福苑嘅一啲嘅朋友，佢哋喺香港方面有啲咩睇法咧？喺賠償方面，其實我估暫時嚟講咧，金錢上啦，或者可能物資上咧，可能對於部分嘅居民咧係足夠嘅。反而我覺得最需要關注咧係佢哋心靈嗰個影響。因為我好感激啦，就係香港各界咧都好用心去捐款，甚至可能有錢出錢，冇錢出力。咁我哋見到報道都好多義工去大埔幫手。我覺得呢個係好感謝地，同埋呢個係必須啦。咁而反而更加長遠嘅係發生咗火警之後，或者呢個火災之後，1個月、2個月、3個月，其實我哋係咪需要再去關心呢一班受災嘅居民呢？因為我有時擔心就係香港個社會發展太急促，人咧總係比較容易善忘嘅。咁但係不過可能你話我呢段時間我出咗錢，我覺得 OK，我可以幫得到啦。咁但係其實我都建議可能嚟過後啦，或者臨近聖誕節或者新年咁歡樂嘅日子，會唔會其實我哋可能認識啲住喺大埔嘅居民啦？或者甚至係雲福苑嘅居民，或者甚至係你身邊受呢件事心情影響嘅朋友，會唔會我哋都可以發個慰問，俾一個擁抱，呢一班同行嘅人咧？我覺得呢個係好重要啦。冇錯，係即係我哋講到話叫即係俗啲叫做慶合合嗰陣時咧，就大家會做好多嘢，但係可能過咗一排之後，點啊就可能冇咁積極或者點樣嚇。但係我而家開始慢慢都即係睇到好多唔同嗰啲社福界嗰啲機構開始幫佢哋 plan 下。嗱，你冇一間屋，即係其實最衫都冇得換啊嚇，即係好簡單。咁但係點咧？工作方面點樣咧？冇一個家園點樣咧？你自己有冇啲理想中嘅賠償方案？你覺得政府可以幫到佢啊？我覺得政府要首先要俾一個好長線嘅遠景，呢一班受災嘅居民，究竟之後嘅安置係點樣呢？固然你而家係有一啲臨時嘅安置啦，咁呢個係 OK 嘅。咁但係長遠係點呢？長遠你雲福苑究竟會係拆晒去重建啦，你去維修去做翻正常嘅一個受標準嘅大廈去俾翻啲人入住啊？定還是你都有選擇俾雲福苑嘅居民去選擇？咁我仍然願意入住翻呢一個地方，定還是有其他新嘅地方俾我選擇咧？我覺得呢個係好重要咯，對於居民嚟講。冇錯，係咁，我哋即係都拭目以待啦。希望政府方面咧有個比較妥善啲嘅安排。冇錯。咁我哋講翻Kelvin，你就嚟咗加拿大幾耐啊？我嚟咗大約3年啦。3年啦，OK。即係當初你選擇移民嚟加拿大，其實有冇一個特別嘅遠景啊？而家達唔達到？其實我嗰陣時我公公婆婆係住喺呢一度嘅，咁我都想我嚟過 Calgary 幾次，係啦，冇錯。咁而家其實我好中意 Calgary 呢一個嘅山山水水啦，咁同埋我覺得呢度係做事冇香港咁局促，同埋個空間會大啲，咁我都幾嚮往呢邊嘅生活
係啊。咁我覺得同埋開始而家都同身邊嘅鄰居啦，同埋社區嘅朋友建立關係咯。咁其實我覺得呢個都開心嘅，即係逐步嚟咁樣。係嚇，即係喺今次呢個事件咧，即係一件好不幸嘅事件啦。但係有時我即係我哋用正面啲嘅角度去睇，我即係睇到香港人嗰種團結同埋付出無私嘅愛心嗰種精神，其實真係好多好多。你有冇特別邊一方面有感動㗎啦？我即係好感動，就係當時發生火災，咁都睇好多直播啦，無論喺 YouTube 或者 Facebook，咁都見到一啲喺大埔嘅餐廳啦，咁喺佢哋出面都好多自發嘅人士去餐廳，咁餐廳話你可以幫我攞啲食物、攞啲物資去可能俾大埔雲歡嘅居民，咁其實見到好感動咯。好老實講，有啲人話香港人咧就好自私嘅，即係事不關己，己不勞心。咁但係喺嗰一刻，見到我哋好耐冇見過嘅大愛，係大家互相幫助，無分彼此。咁而我見到新聞有啲訪問一啲南亞裔嘅人士啦，咁佢哋話我一個嚟自深水埗，一個嚟自屯門嘅。咁其實我都唔知嚟到，即係佢仲喺雲福苑附近啦，我都唔知嚟到呢度可以幫到啲乜。但不過我見到現場有咩幫手我就幫。咁你會見到其實大家嘅心係即係無分國界、無分種族。咁呢個係好彰顯到香港人嗰個光輝咯。冇錯嚇。咁即係有啲人咧就咁講嘅，佢話錢咧就唔成問題，因為香港真係有好多好有錢嘅朋友。咁亦都見到啊，唔同界別啦，有啲當然好有錢冇問題，好捐一筆錢；有啲係歌手啦，用歌聲嚟到即係表達佢哋嘅一個愛心啦。好多嘅演唱會啊，嗰啲得益亦都即係捐埋出嚟咁樣。咁喺呢次事件裏邊啊 Kelvin 你而家住喺 Calgary， 你覺得我哋 Calgary 嘅人又可以做到啲乜嘢咧？即係我哋遙遠嘅祝福啦，當然係啊，遙遠祝福啦。咁同埋我覺得第一就係你可以慰問下香港身邊嘅朋友，因為好似我有位朋友都住大埔，佢唔係住雲福苑嘅，但係佢間屋望到雲福苑。係咁，其實呢種心理壓力咧都好慘。係啊，佢都好辛苦噶。佢都同我分享就話我幾日我都瞓唔到啊。係啊，我即係個印象歷歷在目。咁甚至你可能唔係話你有朋友喺香港，可能甚至 Calgary 或者世界每一個地方，佢哋都係睇住新聞，可能睇住直播，有好多火災嘅影像會入咗個腦裏面，或者入咗個心裏面。我覺得即係大家亦都可以互相去支持，大家去傾呢件事，可以話擁抱或者一齊喊嘅，將個情緒抒發出嚟。尤其是而家 Calgary 即係進入冬天啦，咁日光更加短。你喺間屋嗰度匿埋，不停睇啲新聞，其實係會仲容易令到個人會唔開心，甚至有心理嘅疾病。咁我都覺得係，即係有時我哋可能未必咁遠嘅地方未必幫到，但不過起碼你照顧好自己先，出去行下，有好似今日有少少陽光，出去曬下，唔好令自己咁低沉。冇錯，OK， 好。咁嗱，呢個時候我哋聽後嘅聲音。咁我哋加拿大中文電台咧，我哋都為咗呢件事咧，即係做翻少少嘢啦。咁我哋都製作咗一條關於一啲點樣應該照顧自己，我集合咗一啲唔同嘅專業人士嘅啲意見，做咗一條短短嘅 promo，咁我送俾大家。看天邊飄過雲海，告訴世界香港近日發生嚴重嘅5級火災，消息震撼全球。唔少身在加拿大聽眾嘅我同你，即使並非係災難嘅直接受害者，但係不斷瀏覽報道、影片同圖片之後，依然會感到心緒不安，甚至出現焦慮、悲傷、恐懼呢一啲嘅複雜情緒。呢種感受非常正常，心理學上稱為次生創傷壓力 （secondary trauma stress）， 因為持續接觸災難資訊而出現嘅情緒困擾。本台綜合一啲社工同心理專業人士提供嘅情緒調節及心理保護小貼士，等大家可以喺不安之中找到平衡。大概一生總有失意，世事也有幻變時，承受了承認自己嘅情緒，唔需要勉強話冇事㗎。2.
有節制咁接收資訊，避免過度上心。3. 回到生活正常，重新建立安全感。4. 與身邊嘅人分享心情，互相支持。5. 如果感到無力，可以用行動轉化情緒，例如好似發放正面嘅信息，減少恐慌啊。6. 當壓力持續，請尋求專業協助。冇錯，喺災難發生之後，我哋嘅關注同不安都係源於一份對家、對人嘅牽掛，個心感到沉重，係因為我哋在乎。身處海外，我哋更加需要懂得照顧自己嘅情緒，先至能夠將祝福同支持傳到更遠、更持久。願每一份關懷都先從好好安頓自己開始。加拿大中文電台947與你同行。早晨，早晨，早晨，時間嚟到10點39分。今日咧係星期四啦，係喺家宴茶室裏邊，我好開心係請到咧曾經住過喺大埔宏福苑嘅一位朋友 Kelvin 嚟到我哋加拿大中文電台 Calgary FM 947嘅直播室咧，同我傾偈嘅。咁我同你傾咗一輪，頭先有啲貼士都講啊，抒發自己嘅情緒，你有冇覺得好啲？會嘅，會覺得好啲嗬。即係有時可能人或者係男士咧，更加容易將啲嘢屈喺個心嗰度，覺得算啦，唔好煩人啦。香港人都唔中意煩人嘅，自己解決咁樣。咁但係我覺得你去到一個新嘅地方啦，你未必有咁多朋友或者親人喺隔離做一個支援。咁有啲事情需要改變咯，或者你去做事或者處事方法你要改變。咁所以有乜事情唔好真係屈喺個心嗰度攞出嚟傾咯，因為屈下其實就可能好容易成為一啲心理病嘅啦，你自己都唔知嘅有時會。不過我覺得阿 Kelvin 應該冇問題，因為你都好清晰自己嘅方向咁樣。係啊，但係實際上你即係喺香港即係移民咗嚟加拿大3年啦。其實你呢3年你睇到自己有啲咩轉變咧？或者會唔會因為今次嘅不幸嘅災難，你對人生有另外一個嘅睇法咧？其實都會嘅。嗰陣時我都同香港啲親人講啦，就話如果我真係冇移民嚟加拿大咧，咁好大機會我仍然住翻雲福園。你就係可能受災嘅居民之一。好似而家我哋 Stream A、Stream B 嗰度嚟，咁加拿大政府固然移民局好多都未批或者 backlog， 咁我相信喺等待嘅過程，我哋都會好沮喪。即係話點解咁耐都未有身份俾到我嘅？咁但係不過我覺得呢個就係人生咯。咁你即係如果我唔係過嚟，我亦都會面對我人生一啲重大嘅問題或者重大事件，就好似今次火災咁樣。咁所以都係唔好失去盼望啦。我覺得即係你要諗下路總係可以行得通嘅。咁而喺香港方面，即係你話雲福呢件事件，對於我嚟講個影響固然大啦，即係可能即係見住自己由細到大嘅居所咁被火燒，咁反而另一邊嘅反思就係我會更加好珍惜而家擁有啦，即係唔單止話可能而家擁有嘅朋友啦，而家擁有嘅屋企啦，甚至而家擁有嘅鄰居啦，咁我覺得呢個都係要好好珍惜，同埋即係大家互相去守望咯。我覺得呢個都係好重要嘅。係我曾經咧都睇過啲短片話今朝擘大隻眼起身可以翻工，哇！真係一份福氣。你有冇咁嘅同感啊？其實有嘅，我覺得當災難你未遇上災難嘅時候咧，你嗰所有嘢都係理所當然。即係譬如我今日揸車出門啦，我去食飯啦，或者我放工可能我沖個涼，或者同啲狗去行，你覺得好理所當然，你人生係必然會發生嘅事。但不過有時生命或者人生嘅軌跡唔係咁樣咯。佢總會有啲嘅難處，無論大難處或者小難處，佢就係要你去學習。學懂去面對。固然有時我哋每個人都唔想災害發生喺自己身上。咁但係我覺得有時當發生喺自己身上，你經過時間去沉澱去諗之後，其實你嘅經驗、你嘅分享都可以幫到好多仍然受災嘅朋友。係。我諗即係正如你今日所同我哋分享你自己嘅內心嘅世界啦。我知而家好
好多喺 YouTube 上面都有好多唔同嘅訪問。不過嚟自我哋即係加拿大，我哋身處海外，我哋用呢一份嘅關懷出自我哋海外嘅華人，送翻到俾喺香港。即係而家佢哋有機會聽到嚇，你嘅朋友都有機會聽到，因為我哋會將佢擺上 YouTube 啦，喺我哋 Fairchild Radio 947嘅 YouTube，大家可以重溫，亦都可以聽到你嘅聲音。你嘅聲音裏邊係可以帶出嗰份嘅掛念，嗰份嘅關懷啦。你有啲咩説話想同香港嘅朋友講下？其實我好多謝佢哋，即係好多謝佢哋，就因為雖然我已經離開咗香港啦，咁但係不過佢哋冇忘記我咯。我呢個係好感激嘅，即係佢哋可能有啲知道我已經離開咗雲福苑，或者有啲唔知嘅，佢都發信息俾我，即係都慰問我，亦都慰問我屋企人或者我嘅鄰居。我覺得呢份嘅感情係你會覺得我冇俾人遺忘啊。雖然我自己已經身處加拿大，咁但不過香港嘅朋友仍然記得住我，我都仍然記掛住佢哋。冇錯，係嗱。咁而家講翻即係你喺加拿大啦，呢幾年你點啊？覺得點啊？會唔會覺得有後悔啊？定係一啲都唔後悔移民咗過嚟咧？其實我冇後悔嘅，冇係啦。咁我覺得呢係自己嘅選擇，同埋始終我覺得加拿大嘅環境會比香港環境好啦。咁可能我相信好多香港人嚟到都仍然適應緊，或者好多人唔習慣。譬如我哋覺得可能呢邊嘅人啦，或者政府做事好慢啦。可能喺香港一件事情，你最需要打個電話2-3個鐘咧就係解決到噶啦。咁但可能呢度咧需要解決嘅時間咧可能會耐啲嘅，係啦。咁但係不過冇嘅，即係有辣有唔辣，咁你咪去學習咯。咁既然個情況係咁樣，你去點樣學懂轉變自己嘅心態，或者你點樣喺呢個情況下你繼續據理力爭咯。我覺得呢個係我哋可能就係香港人嗰個不朽獅子山下嘅精神，即係唔好話嚟到呢邊我哋就忘記咗我哋嘅過去。即係我哋都係而家嘅我都係由我以前嘅我去構成噶嘛。咁你覺得有一啲係值得保留嘅價值觀，咁你更加應該要保留。冇錯嚇，我都聽過好多朋友咧嚟到話天氣不似預期，但係我天氣改變我唔到，即係我冇辦法改變天氣，但我可以改變我嘅心態啊嘛。冇錯，係嘛？即係所以呢句説話都係啱嘅。我做電台做咗20幾年，做訪問無數咁多次，但係呢個訪問係有啲難做嘅，即係同埋嗰個感受都係好深嘅咁樣，係咁我好咁啊！今日咧我好多謝Kelvin 嚟到加拿大中文電台同我哋分享啦。咁我哋希望你生活愉快啦，一切順利，好嘛？多謝嘉燕。咁同埋都俾少少時間你同你香港嘅朋友同埋講下幾句説話，好嗎？各位香港嘅朋友，我雖然而家喺加拿大，呢度天氣好凍，但其實咧，我心裏面都好熱切，好掛住你哋嘅。我都希望喺遠方咧送上祝福，希望你哋平安。再一次多謝 Kelvin，多謝你，拜拜。